歡迎嚟到2025立法會愛國者同心治港選舉論壇嘅現場。今日舉辦嘅係功能界別金融服務界選舉論壇。U1 李維宏，U2 連兆東。候選人有3分鐘介紹政綱。金融業界聯繫人，2號連兆東連線新機遇，2號連兆東做大做強金融業，